用 WhatsApp 不如用 WhatsApp API， 用 WhatsApp API 不如用 B2B 系統啦。B2B 系統以一個價錢整合咗美容系統、流動系統、CRM 系統、WhatsApp API 平台、會員 App， 仲有全自動功能，咁要嘅功能都齊晒啦。我哋做群發 WhatsApp 好易做㗎咋，想揾啲好耐冇嚟嘅客俾個優惠佢哋，喺 B2B 系統會員搜尋，揀3個月前有開單嘅客，唔使計0蚊單，再加埋最近3個月冇到店嘅客，再加埋有餘額又得，冇餘額又得，揀個 WhatsApp template發送，唔使揾啲報告做完一大輪，唔使 upload， 唔使 tag 就做到，係咪好方便呢？未算，以上嘅動作 B2B 嘅全自動功能仲可以定時幫你做，真正做到全自動不經人手。係咪好想轉系統呢？快啲 WhatsApp 25205128聯絡我哋 HK B2B 啦，我哋一定等埋你。